各位請起立。耶穌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要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你哋若愛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讓我哋打開周刊嘅封面，我哋一齊唱詩歌《聖靈感化歌》。我哋唱詩歌普天頌讚188首合一聖靈歌。主
哋打開黎民書嘅第4頁，黎民書第4頁。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同埋聖靈嘅團契，常與你哋同在。也與你同在。請跪下，我哋要祈禱。耶穌話：我若不洗你，你就以我無份了。讓我哋向全能上帝嘅認罪，求佢用佢嘅愛潔淨我哋。永恆的上帝，光明與恩典嘅賜予者，我哋在思想、言語和行為上，常常得罪你。全能嘅上帝憐憫你哋，藉着我哋嘅主耶穌基督，饒恕你哋所犯嘅罪，增加你哋行善嘅力量，並藉聖靈嘅大能保守你哋進入永生。阿門。各位請起立，我哋一齊嚟頌唱《榮歸主頌》。我哋要祈禱，
我哋嘅父上帝，你邀請我哋分享你嘅兒子賜給教會嘅筵席，藉此宣揚佢嘅受死，直到佢再臨。而今又願主耶穌基督臨在餵養我哋，使我哋喺佢愛裏邊合而為一，聖子和聖父聖靈一同永生，一同掌權，為咗上帝永世無盡。各位請坐。第一節經課係記載喺出埃及記。上主在埃及地對摩西和亞倫說：你們要以本月為正月，為一年之首。你們要吩咐以色列全會眾說：本月初10，各人要按着家庭取羔羊，一家一隻羔羊。若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隻羔羊，就要按照人數和隔壁的鄰舍共取一隻。你們要按每人的食量來估算羔羊。你們要從綿羊或山羊中取一隻無殘疾、1歲的公羔羊，要把它留到本月14日。那日黃昏的時候，以色列全會眾要把羔羊宰了。他們要取一些血，塗在他們吃羔羊的房屋兩邊的門框上和門楣上。當晚要吃羔羊的肉，要用火烤了，與無酵餅和苦菜一起吃，不可吃生的或用水煮的。要把羔羊連頭帶腿和內臟用火烤了吃，一點也不可留到早晨。若有留到早晨的，要用火燒了。你們要這樣吃羔羊：腰間束帶，腳上穿鞋，手中拿杖，快快地吃。這是上主的逾越，因為那夜我要走遍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都擊殺了。我要對埃及所有的神明施行審判。我是上主，這血要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作記號。我一見這血，就逾越你們。我擊打埃及地的時候，災殃必不能到你們身上施行毀滅。你們要紀念這日，世世代代守這日為上主的節日，作為你們永遠的定例。這是上主的道。感謝上主。請翻開禮文嘅第7頁，我哋用啟應嘅方式去誦讀詩篇。今天嘅詩篇係詩篇116篇1至2節、12至19節。我愛上主，因為他聽了我的聲音和我的懇求，他既向我側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上主的名。上主向我賞賜一切厚恩，我拿什麼來報答他呢？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上主的名。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上主的名。我要在他的全體百姓面前，向上主還我所許的願。在上主眼中，聖民之死極為寶貴。上主啊，我是你的僕人，我是你的僕人，是你侍女的兒子。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上主的名。你已經解開我的捆鎖，我要以感謝為祭獻給你，又要求告上主的名。我要在耶路撒冷當中，在上主殿的院內，在他的全體百姓面前，向上主還我所許的願。哈利路亞！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上主的名。第二次經課
記載喺哥林多前書11章23至26節。哥林多前書11章23至26節。我當日傳給你們的，是從主所領受的。主耶穌被出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飯後，他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來紀念我。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來。這是上主的道。感謝上主。各位請起立，我哋一齊唱普天頌讚177首《永生之源歌》。我們讚美你。主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基督榮耀嘅君王，我們讚美你。願主與你哋同在。主耶穌基督嘅聖福音係記載喺聖約翰福音第13章由第1節讀起。願榮耀歸於主基督。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他一向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晚餐的時候，魔鬼已把出賣耶穌的意思放在加略人西門的兒子猶大心裏。耶穌知道父已把萬有交在他手裏，且知道自己是從上帝出來的，又要回到上帝那裏去，就離席站起來，脫了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隨後把水倒在盆裏，開始洗門徒的腳，並用束腰的手巾擦乾。到了西門彼得跟前，彼得對他說：主啊，你洗我的腳嗎？耶穌回答他說：我所做的，你現在不知道，但以後會明白。彼得對他說：你絕對不可以洗我的腳。耶穌回答他：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分了。西門彼得對他說：主啊，不僅是我的腳，連手和頭也要洗。耶穌對他說：凡洗過澡的人，不需要再洗，只要把腳一洗，全身就乾淨了。你們是乾淨的，然而不都是乾淨的。耶穌已知道要出賣他的是誰，因此
說：你們不都是乾淨的？耶穌洗完了他們的腳，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對他們說：我為你們所做的，你們明白嗎？你們稱呼我老師，稱呼我主，你們說的不錯，我本來就是。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老師，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應當彼此洗腳。我給你們作了榜樣，為要你們照着我為你們所做的去做。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僕人不大於主人，奉差的人也不大於差他的人。你們既知道這些事，若是去實行，就有福了。耶穌說：如今人子得了榮耀，上帝在人子身上也得了榮耀。如果上帝因人子得了榮耀，上帝也要因自己榮耀人子，並且要立刻榮耀他。孩子們，我與你們同在的時候不多了，你們會找我，但我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去。這話我曾對猶太人說過，現在也照樣對你們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這是上主的福音。願讚美歸於主基督。我哋一齊唱詩歌普天頌讚第40首《愛心之樂歌》。我哋同心祈禱，願我口中嘅言語，各位弟兄姊妹嘅心懷意念，喺上主嘅面前都能夠得蒙悅納。祈禱奉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阿門。各位請坐。
今日係聖週裏邊嘅星期四，亦都稱為主設立聖餐嘅日子。呢個日子我哋有好多其他嘅名俾佢嘅。有人話呢個叫做最後晚餐，點解呢？就因為好簡單嘅啫。耶穌同佢個門徒食完呢餐之後呢，就再沒有機會去食另外一餐啦。所以喺耶穌嘅生命裏邊，呢一餐係最後嘅一餐。所以後來因為一個藝術家畫咗嗰幅最後晚餐嘅圖畫之後呢，就稱呼呢一餐為最後晚餐啦。其實喺呢個禮拜呢個聖週裏邊呢，由呢一日開始，其實我哋稱為一個逾越節嘅3日慶典嚇。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喺猶太人呢個群體裏邊一個好重要嘅經歷。剛才嘅一段嘅兩段嘅經課嚇，甚至乎3段連埋福音嘅經課啦嚇，其實都講緊耶穌喺呢一個時刻佢所面對嘅一啲好特別嘅情景。唔知大家知唔知耶穌同佢門徒食呢一餐係為乜嘅呢？原本其實好簡單嘅，其實好簡單嘅。當然一個好簡單嘅一餐呢，亦都後來賦予咗好深層嘅意義嚇。耶穌同佢嘅門徒係做節嚇，過節，過一個喺猶太人群體裏邊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節日。頭先喺舊約嘅經課出埃及記就記咗一件喺耶穌出生之前1200年嘅發生嘅事嚇嘅事，好重要嘅一件事嚇。咁呢個就出埃及嘅事件嚇。咁而呢個出埃及嘅事件呢，其實喺猶太人嘅群體裏邊一個好重要嘅一件事。因為上帝拯救咗佢哋由一個為奴隸嘅身份變成一個自由嘅人嚇，佢哋嘅生命嚇亦都因着當上帝嘅使者要殺埃及地嘅長子嘅時候呢，上帝俾咗個出路，佢哋就話：你將一隻羊嘅血塗喺你嘅屋嘅門外邊，作為一個記號。當呢個擊殺長子嘅使者經過你呢個屋企嘅陣時呢，見到你用呢隻羊嘅血塗咗上去之後呢，佢就會越過你屋企去另外一家人度殺另外嘅一個嘅長子，所以佢哋逃過呢個嘅劫難。咁呢隻羊嚇，從此就俾咗個名佢，就叫做代罪嘅羔羊啊，因為佢又代替咗人嘅一啲嘅錯嘅地方嚇。咁所以呢，耶穌就同佢門徒過緊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猶太人嘅節日。但係耶穌喺呢個嘅過節呢個晚餐裏邊呢，佢卻係將呢個晚餐賦予咗好多好深層次嘅意義。佢包括喺個過程裏邊，佢為佢嘅門徒洗腳啦。洗腳咧係一種好下人做嘅嘢嚟嘅嚇。通常咧一啲客人嚟到自己屋企嗰陣時，啲下人會幫佢哋用啲水沖下隻腳嚇。咁因為以前古代嘅環境啊，冇現代咁衞生啦，可能成條路都有啲泥塵啊。咁佢沖下隻腳就乾淨咗嚇。咁一個應該係下人做嘅嘢。但係耶穌作為個門徒嘅老師，你有冇諗過你個老師會幫你洗腳咧？你有冇諗過你年長嘅爸爸媽媽會幫你洗腳？當然你 BB 細個阿媽幫你洗腳好正常嘅。但係你有冇諗過你成為一個成年人啦，你年老嘅爸爸媽媽會趴低為你洗腳啊？你覺得一定係冇可能發生嘅事啊，自己受唔起啊！但係耶穌就喺呢個晚上就幫佢嘅門徒洗腳。佢想做啲乜嘢咧？佢想做啲乜嘢咧？喺呢個晚上裏邊，耶穌亦都因着呢個行動，佢向門徒發出咗一條新嘅命令。嗱，記住係命令喎，命令喎。耶穌命令佢哋要彼此相愛。今天星期四，我哋叫 Maundy Thursday。Maundy 呢個字就係由呢個 mandatum 呢個字係延伸演變出嚟，一個授權，一個即係頭先所講嘅命令嚇，係命令嘅意思咧，即係話你必須遵守嘅。耶穌唔係話，我建議你哋大家彼此相愛啊，你哋最好就彼此相愛啦咁樣。耶穌唔係咁樣講嘅，耶穌係命令佢哋係彼此相愛，所以係好認真、好凝重、好重視呢一個嘅即係希望佢哋日後要做到嘅嘢。
更加就藉住一個行動謙卑地為佢嘅門徒洗腳，以表達嗰個彼此相愛嗰種嘅表現。咁當然，另外個好重要嘅一個環節就係喺呢個晚餐上邊，耶穌將一啲日常我哋接觸到嘅一啲嘢，我哋所食嘅嘢，我哋所飲嘅嘢，當佢將呢啲嘢賦予一個好深嘅意義啊！嗱，猶太人佢哋習慣每日所食嘅就係餅啦、酒啦，即係食就食嗰啲好似披薩咁啦，一個搣開一人一份咁啊，即係食啦嚇，食嗰啲餅啦，酒就佢哋日常飲用嘅一啲嘅飲品啦，就好似我哋中國人食飯飲茶，呢啲係我哋每日都做嘅嘢嚟噶嘛，每日都食嘅。當耶穌拎起個餅，搣開佢嘅分俾佢門徒，話俾佢哋聽嘅陣時，嗱，我俾你㗎啦，呢個係我嘅身體啊，為你哋所寫㗎，你哋以後需如此行為嘅紀念我。你諗下，耶穌咁樣同你講，或者你個老師喺當時咁樣同你講，俾塊餅你，你話呢個係你嘅身體，點會啊？呢塊餅可能係我喺屋企做喎，或者喺街買翻嚟嘅喎，點會係你嘅身體啊？佢哋唔會明白點解嘅，唔會明白點解嘅。耶穌遞個杯俾佢哋嗰陣時，佢話：呢個係我為你哋流出嚟嘅血，係為咗赦免你哋嘅罪。你拎住隻杯，紅紅地係幾似血嘅，不過點會係真係你嘅血呢？冇可能嘅事啊！呢啲我哋日日都飲啦，餐餐都飲啦，即係點會係你嘅血啊？飲落去都唔係啊，都係酒嚟啫。佢哋唔會明白㗎，完全喺嗰個時候冇一個門徒會知道耶穌講緊啲乜嘢。不過呢餐叫做最後晚餐。當耶穌食完呢餐之後，耶穌再冇機會同佢嘅門徒食下一餐。但係作為耶穌嘅門徒，每一日作為一個人，我總要食飯㗎，係嘛？當佢下一餐佢要食嘢嘅時候，當佢拎起日日都係食嗰啲嘅餅，拎起搣開嗰陣時，佢忽然間就記得耶穌同佢講過：呢個係我嘅身體，係為你哋所寫嘅。當佢拎起杯酒正想飲嘅時候，睇落又係嗰種紅紅地色，即刻就記得耶穌喺嗰天嘅晚上同佢講過：呢個係我為你哋流出嚟嘅寶血。嗱，呢個耶穌喺一個呢個叫做主設立聖餐日嘅晚上，將一啲人日常所接觸到嘅嘢變為日後讓我哋記得耶穌為我哋所作出嘅犧牲，更加成為我哋嘅榜樣，去願意去服侍一啲我哋身邊嘅人。今晚嘅崇拜，我哋都會將呢啲嘅元素擺晒出嚟。喺我一息間講完道之後，就係我哋嘅作足禮。牧師亦都學效耶穌嘅榜樣，為到我哋嘅弟兄姊妹去作為一個洗腳。其實喺每年呢個日子，我哋邀請弟兄姊妹俾我哋洗腳呢，其實都係一個頗難嘅工作，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好肉酸啊！我哋唔係好想做，好似好怪咁嚇。冇錯，我哋就想用一個咁怪、更大家唔係好習慣嘅方式，讓大家有機會去體會耶穌當日所做嘅嘢。彼得都話啦：你唔應該幫我洗嘅嚇。咁耶穌話：如果你唔俾我洗，你就同我冇份啊嚇。下次牧師邀請你俾我哋洗腳，記得嚇。應該牧師講埋呢句：如果你唔俾我洗，你就冇份。咁你哋就好樂意啊，讓我哋有得洗啊！喺一息間做完呢個即係為門徒洗腳，讓大家去經歷嗰個嘅時刻之後，我哋繼續我哋嘅崇拜，我哋領受聖餐。當然我哋每一次領受聖餐嘅時候，都讀出剛才即係呢個哥林多前書裏邊嗰段嘅經文提醒我哋領受緊嘅係一啲乜嘢。有啲人話：一個紀念啦，耶穌當年好偉大地為我哋犧牲。但我哋並唔係一個咁簡單嘅一個紀念嘅，而我哋相信耶穌就藉住聖餐，將上帝嘅靈帶入我哋嘅生命裏邊。當我哋領受主耶穌基督嘅聖體寶血嗰陣時，聖靈就進入我哋嘅生命裏邊，同埋我哋作為一個已經受洗嘅基督徒，先有資格去領受呢個聖餐。
象徵住整個群體對你嗰種嘅接納啊！上帝同你直接嘅關係你同整個群體嘅關係，縱向橫向都係一個我哋建立關係嘅一個好重要嘅工作。還有一樣，可能大家一息間覺得今日嘅崇拜好似同平時嘅崇拜會有一啲唔同嘅地方，就係當我哋去到呢個崇拜結束嘅時候，我哋會將我哋聖壇上邊所有呢啲嘅裝飾物、啲布啦、蠟燭啦、呢啲咁嘅布啦讀經台上面，我哋會移除晒。點解呢？因為聽日係基督受難日，耶穌嘅死，象徵住我哋移除晒呢啲嘢之後，我哋會清理好，我哋叫做掃壇清理好個聖壇上邊，抹乾淨佢，象徵住耶穌俾人剝奪晒所有嘅嘢，包括佢嘅性命。呢個就係進入苦難嘅開始。所以當完咗呢個崇拜，我哋清晒呢啲嘢之後呢，我哋就會熄燈，安靜地退堂。咁大家亦都係喺黑暗中跟住我哋一齊去離開呢個地方。我哋進入耶穌嘅苦難。所以今天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讓我哋係透過一啲演繹嘅方式，讓我哋真係體會到昔日耶穌喺佢個門徒身邊所做嘅一切，亦都讓我哋去領受到佢嗰種嘅謙卑，亦都為我哋所做嘅一切。喺羅馬書裏邊有一個章節，佢話第5章7至8節話：為人死係少有嘅，為人死或者會有人咁做，但係唯有基督在我哋還作罪人嘅時候就為我哋而死，上帝嘅愛就在此向我哋顯明啦。呢個係上帝愛我哋所做嘅一切，讓我哋藉住主耶穌基督，佢成為一隻真羔羊逾越節嘅真羔羊，承擔晒我哋每個人嘅罪責，然之後佢就獻上佢自己生命，一個獻祭。呢個獻祭係有效嘅獻祭。以色列猶太人不斷咁做獻祭，燒幾多隻羊幾多隻牛冇用㗎，唯有主耶穌基督，佢係上帝嘅身份，佢將佢自己再次獻翻俾佢自己，呢個先至係一個有效嘅獻祭。所以今天就讓我哋踏入呢個逾越節之後，耶穌所面對嘅苦難，跟住明天、後天、大後天，直至主復活嘅日子。一息間我哋退堂嘅時候，我哋冇平時嗰個嘅喺堂裏邊嘅祈禱，所以我喺呢度預先同大家做咗呢個我哋今日呢個崇拜結束時候所做嘅祈禱。我哋同心祈禱。愛我哋嘅主耶穌，謝謝你喺最黑暗嘅夜晚，仍然係以最深嘅愛嚟愛我哋。我哋求你赦免我哋常常仍然喺度爭論誰為大，卻係忘記咗你為我哋束上腰帶，幫助我哋不只係討論愛，而且係真真正正地去實踐作為一個謙卑嘅人，為佢嘅門徒去洗腳，使世人因此就認出我哋係你嘅門徒。我哋咁樣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門。耶穌為門徒洗腳，藉此給佢門徒做了一個榜樣，吩咐佢哋以後都要彼此謙卑服侍，因為得進入天堂嘅人，不是靠權力、威望或者異能，而係因為佢哋願意謙卑服侍。耶穌說：僕人不能大於主人，差人也不能大於差他的人。但主願意謙卑自己，為門徒洗腳。因此，做基督嘅信徒，我哋也應該以此為榜樣，彼此謙卑服侍。
我哋可以用周刊嘅第3頁，我哋一齊唱一首詩歌《關中義僕》。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第10月，我哋要祈禱。全能嘅上帝，你嘅聖子耶穌基督教訓我哋，當我哋作在一個最細嘅弟兄身上，就是作在他身上。而我哋亦立志作眾人嘅僕人，如同主作眾人嘅僕人一樣。佢為我哋捨去生命，現在以你和聖靈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為一上帝，永世無盡。阿門。各位請起立。掌晒手，裏邊有冇？天父，你的兒子耶穌基督在被賣那一夜為門徒洗腳，我們願意效法他，以他的愛和服侍為榜樣。主啊，求你憐憫。在這晚上，耶穌向天父祈禱，求他使門徒合而為一。我們也為教會的合一禱告。主啊，求你憐憫。在這晚上，他的一切因福音而信靠他的人祈禱。我們為教會的宣教士而禱告。主啊，求你憐憫。在這晚上，他吩咐我們彼此相愛，但自己卻被棄絕。我們為同樣被人拒絕和不被愛的人祈禱。主啊，求你憐憫。在這晚上，他喚醒門徒，因為世界恨惡他，所以也恨惡他們。我們為一切因信仰而受到迫害的人禱告。主啊，求你憐憫。同讀。最慈悲嘅主，你愛讓我哋前來親近你。我們雙手不義，又未有好好預備我哋自己嘅生命，我哋就接受你聖出下嘅靈水也是不配的。那你誠是與恩典嘅上帝，你願意罪人同席，與你嘅聖子嘅聖體寶血，潔淨同餵養我哋，並活在我哋裏面，也誰也能活在他裏面，在天國裏與基督的眾信徒一同坐席。阿門。主耶穌話：主耶穌基督，你曾經對你嘅使徒話：我留下平安給你哋，我把自己嘅平安賜給你們。願主嘅平安常與你哋同在。讓我哋彼此祝安。主內平安，各位弟兄姊妹請坐。今日呢係我哋聖週裏邊呢4、5、6日嚇，我哋4日連續4日都有崇拜嚇。今日呢同埋嚟緊嘅星期六晚上呢，我哋都好好嘅嚇，同我哋嘅友好嘅友堂啊、牧愛堂呢一齊係喺呢度參與崇拜嚇。咁所以呢，今天我哋有啲可能對於我哋陌生嘅面孔，不過唔緊要，我哋大家都係主內一家嚇。咁所以呢，我哋呢會有我哋嘅崇拜嚇喺一齊進行。我哋有少少即係週刊裏邊嘅報告啦。咁呢就除咗今天會係呢度做設立聖餐日嘅崇拜呢，嚟緊星期六牧愛堂都會一齊同我哋做嘅呢，係星期六晚上仍然都係8點鐘，我哋嗰個燃點新火啊嚇！我哋每年喺復活節前夕嚇，復活節前夕呢其實係星期六嗰個晚上嘅崇拜呢，係復活節嘅正式嘅第一個崇拜嚟嘅。
因為喺猶太人佢計算一日嘅開始呢，係由之前嗰晚黃昏太陽落山之後當係新嘅一日嘅開始嘅。咁所以呢，如果我哋星期日係復活節嘅話呢，咁其實星期六晚上嗰個就係正式踏入復活節嘅第一個崇拜。咁通常呢，一息間我哋喺呢個崇拜呢，最後尾我哋會熄晒啲燈嚇，因為聽日係耶穌受難嘅日子。咁呢，但係呢，呢啲燈喺星期六晚上嘅崇拜呢，我哋會由黑暗中開始進行呢個崇拜，然之後後來着翻燈，象徵住主復活嘅日子嚇。咁所以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嚟嘅。咁啊請大家記得星期六晚上嚇。咁我相信聽日 Good Friday 基督受難日，各堂都會有自己嘅基督受難日同崇拜㗎啦嚇。咁我唔提啦。咁星期日更加主復活日亦都各堂都有自己嘅復活日崇拜啦。咁啊請大家留意嚇，呢4個連續嘅日子係好重要嘅，喺整個教會裏邊嚇，可以話係一年最重要嘅日子嚇。少少宣傳啦嚇，康禮團同埋培育部咧會有一個感恩分享會喺4月12號嚇，咁醫治有時嚇。我諗我哋好多人都經歷過上帝喺我哋生命中嘅醫治，無論係身體上面嘅醫治或者我哋心靈上面嘅醫治。如果大家有興趣咧，歡迎大家喺4月12號崇拜之後至到下晝3點半鐘嚇有個分享，咁亦都有嘢食㗎嚇，咁請大家留意下，大家可以帶啲食物翻嚟分享或者一啲奉獻嚇，咁幫助呢個活動嚇。更加要宣傳嘅一樣嘢呢，就係今年係我哋馬可堂65週年嚇，65週年。我哋喺今年聖馬可日，即係4月25日嚇，星期六嚟嘅，就舉行我哋嘅今年嘅65週年堂慶。咁個感恩崇拜係喺下晝3點鐘舉行，而晚宴呢係7點鐘嚇。咁請大家可以崇拜唔使報名嘅，唔使買飛。咁但係晚宴呢就要嚇。咁呢我哋亦都有啲嘅優惠嚇。本來呢係每位400蚊，本堂教友65歲以上或者12歲以下每位係300蚊。但係如果你買一席嘅呢，大家乘一乘個數都知㗎啦。咁我哋呢就我哋呢就會有啲優惠價嚇，4300蚊一席㗎嚇。咁歡迎大家都一齊去報名參與嚇，我哋一齊去感謝上帝嘅恩典，帶領住我哋有走過65年嘅時光嚇。咁我哋都求主繼續喺前面引領住我哋嚇。咁所以呢，一同去透過崇拜、透過晚宴嚇，一齊去分享主內嘅情誼呢，亦都係感謝上帝嘅恩典嚇。請大家都盡快報名參加啦。咁另外咧，喺嚟緊呢段嘅日子裏邊呢，我諗每間我哋聖公會禮拜堂都係同一個做法㗎啦。有一啲我哋收到嘅奉獻呢，係會作以下嘅一啲嘅用途嘅。譬如聽日基督受難日呢，習慣上邊我哋就會將聽日所收到嘅獻金呢，就會全數轉贈去聖公會嘅耶路撒冷教區，咁咧係支持當地嘅聖工發展嘅。咁主復活日呢，主復活日嘅獻金呢，以往係淨係收咗之後就俾牧者嘅嚇，咁咧而家呢，就係俾牧者同埋同工嚇。咁我哋呢，正常我會代咗佢嘅，不過我代咗之後我會捐翻出嚟嘅嚇。咁請大家留意下。咁係啦。咁咧就另外咧就4月12號咧係聖公會海外傳道主日啊。咁佢冇特別話獻金嘅方向，不過咧就會請大家都為到呢啲海外傳道嘅事工去祈禱啦嚇。因為我諗基督宗教對於中國人嚟講，亦都係一個外來嘅一個嘅宗教嚇。咁所以咧，如果冇人去做傳道嘅工作，我哋根本就聽唔到福音嚇。咁所以其實都係歷代嚇好多嘅先知前言咧，為我哋做咗好多福音嘅工作。咁所以4月12號係我哋嘅海外傳道主日嚇，咁啊亦都紀念佢哋嘅事工。咁喺4月26號咧就係善牧主日嚇，咁善牧主日咧，耶穌係我哋嘅好牧人啊嘛，係嘛？好牧人為羊捨命喎嚇，咁我記住喎嚇。咁咧就所以咧呢個善牧主日咧，我哋作為我哋培育聖公會嘅一啲嘅神職人員嘅用途啦。咁所以當日收到嘅獻金咧，我哋會係俾明華神學院嚇。明華神學院係我哋聖公會嘅訓練牧職人員嘅場所。咁咧就我哋啲獻金會去到嗰度嘅嚇。好啦，咁咧就我今日嘅報告到呢度啦。咁我哋繼續我哋嘅下半部聖餐嘅部分。讓我哋一齊打開普天頌讚263首，我哋一齊唱奉獻詩共恩之主歌。
喺聖餐嘅獻典裏邊，我哋將受難同埋復活嘅主同在，也以歷代嘅先知聖言同得救贖，脱離捆綁，重獲自由，放下哀愁，同享歡迎。我哋嘅主當晚以佢嘅門徒一起在樓房裏邊，今夜日與我哋同在。掌管宇宙萬物嘅主上帝，你將餅賜給我哋，我哋頌揚你。掌管宇宙萬物嘅主上帝，你將祭酒嘅葡萄賜給我哋，我哋頌揚你。我哋打開《利民書記》第13頁。願主與你哋同在，你哋心裏都仰望主。我哋應當感謝我哋嘅主上帝。至聖嘅上帝，藉着耶穌基督我哋嘅主，我哋感謝你，係理所當然嘅。喺這一晚上，佢取了奴僕嘅樣式，用手巾束腰，為佢嘅門徒束腳。佢賜給我哋一條生命令，吩咐我哋彼此相愛，像佢愛我哋一樣。當時候到了，因佢嘅大愛，佢預備這一晚餐，與門徒一起分享，以紀念佢嘅受難，使我哋宣揚他的死，直到佢再來。在佢嘅國度裏邊，與佢共享歡迎，是指普天下共譜新歌，並以天使和天使長、天上嘅會眾一同稱讚頌揚你有榮耀嘅聖名，常讚美你。
慈悲嘅天父，我哋讚美你、頌揚你。你藉着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讓我哋聽從你嘅旨意。求你差遣聖靈，將這擘開嘅餅同埋酒，同埋傾流嘅酒，成為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聖體和寶血嘅新約聖事。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在被賣嘅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分給佢門徒話：你哋拿着吃，這是我身體，係為你哋捨嘅，你哋應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餐後，他拿起杯來，祝謝了，就遞給門徒話：你哋都喝這個，這杯是用我嘅血所立嘅新約，係為你哋流出嚟嘅，使罪得赦。你哋每逢喝嘅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因此，天父，我哋追念耶穌在十字架上嘅受死，佢曾經為世界嘅罪而將己身一次獻上。我哋將生命嘅糧同埋救恩嘅杯擺在你面前，以藉以宣揚他的死和復活，直到推榮耀嘅再臨。生命嘅主，求你幫助我哋一起侍奉你，求你嘅國早啲來臨，你嘅公義與憐憫在地上實現。求你垂顧你嘅子民，以你嘅聖杯環抱我們，使我哋和天上嘅會眾並蒙福嘅童貞女瑪利亞和歷代嘅眾聖徒共享天國嘅筵席。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裏同埋聖靈嘅合一裏，一切尊貴榮耀全歸於你，全能嘅聖父，從現在直到永遠。阿門。現在，讓我哋遵照救主基督嘅教訓，我哋一齊唱主禱文。我哋擘開這餅，分享基督嘅身體。
上帝賜給他子民嘅聖物，你哋應該憑着信心前來領受，紀念基督為你哋捨身流血，心裏感謝。基督嘅身體，天上力量。基督寶血，基督身體天上力量，基督身體天上力量，基督身體天上力量。
嘅第16頁，我哋跪下，我哋要祈禱。恩慈嘅天父，我哋感謝你，因你嘅聖子擺設了筵席，餵養了我哋。我哋懇求你賜下聖靈，扶持我哋，使我哋在世時能夠服侍你，直至我哋嘅喜樂在你嘅國度裏邊，與主耶穌基督共享天國筵席嘅那一天得以完全。當耶穌同埋門徒食過主餐，便往橄欖山去。在那裏，耶穌獨自一人向天父祈禱：我父啊，如果可以，求你使這杯離開我哋。隨後，他見到門徒都睡了，便對他們說：怎麼樣？你們不能與我共醒1小時嗎？時候到了，人子被出賣在罪人手裏。起來，我哋走吧。然而基督全心信服，以至於死。因此，你哋要在佢嘅平安裏進入永生。我哋一齊唱結禮聖詩，普天頌讚336首，主意暗中運行歌。各位請跪下，唔係呢度。
啲請祈禱，主求幫助我哋有一個謙卑嘅心，靜候主你嘅復活。我哋背起自己十字架，慢慢嘅跟隨你。願你恩典喺前面帶領，後邊扶持。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字，阿門。